对家李仁美伫每一档春秋两季拢有作品发表。伫2023年开春，用单局人文艺术空间的邀请，来到台南办展览。展览当中的大家都有较幼灰啊图所呈现的白灰，冒用蓝豆控制所烧出来眼眶，用惊人的色调创造个人特色。嘛由于嘉义白山，所以推出玉山系列。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，就是有一个隐青的意象，像水一样的意象，然后有一种粉粉的一个春天的一个浅绛、浅驼红的这样的一个春带彩啊，这个系列是我们这一次展览其中一个可爱的亮点哈。所伫艺术空间的作品，透过日头甲光影变化，嘛，互作品呈现无同的风格。而且这回大家作品，佮用力玉珠、石头等无同材质的搭配，相当特别。同时，作者希望伊的作品不只是观赏收藏，而真正会当摕来泡茶，达到艺术生活化。李仁美老师，他的气除了非常多的创意造型，其实它是好用。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有一点日本风味的这样的一个急须壶，叫做侧把壶哈。急须壶本身它非常的好上手，好使用哈。讲到泡茶本身嘛是茶艺术的王丽芬，延伸茶艺展览，邀请有台湾、日本茶大赛之称的大有爱子来台南，就要亲自泡茶，推广日本茶甲台湾的民众交流，佮小解啉茶配好果子的日本味，要互民众看见好果子不只是点心，已经是一种食品艺术。他希望借着日本茶，然后跟台湾的朋友交流。然后让大家多了解日本茶的文化。除了茶之外，他也准备了和果子。和果子呢，在这个茶道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因为日本茶文化来说，一杯茶必须要配一个甜点，这是他们一个就是一个搭配组合。我很好奇和果子的制作过程，因为我一直对和果子有非常大的好奇，是它精致到像一个艺术品。对，就让人家想说，它到底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艺术品这样子。新春的茶艺展览单据人文将一直展到228，期间都要2-9暝到初3天困，其他时间拢开放参观。台南新闻管制蔡宏国的。